昨天还在练团，什么东西都忘光光。本来想说今天放卡拉就好。何必有来吗？何必有来？有啊，真的何必？我们的 DJ， 他跟我一起在部落很久了，他还有参加我们拉千禧。阿美族很有趣的，有年龄阶层这个制度，在别的社会组织里面好像有社会组织，人类学家理解我太深了，就是很少有这样的一群人有这样的认同感。阿美族是用年级，那个年级好像一般，就一个年级，成年礼都是不是每年都有，5年才一次成年，然后我们是。1到5年，可能是15岁到20岁这样的一群人，你时间到了，啊就一起成年，然后成年的时候会有一样的名字，一群人的名字这样，啊这个名字代表这群人，然后一直到一辈子。讲简单一点好了，就小朋友参加托儿所有没有？啊一般的啊，你们是企鹅班这样，就企鹅班就一直到毕业这样。类似这样，但一群人有一群人的好处，以前原住民没有保险嘛，一群人就是我是你的保险，你就是我的保险，那互相帮忙，有难同当，有福同享，这是年龄阶层在阿美族社会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氛围，认同嘛，然后现在还有在都兰其实还蛮明显的。所以那个学长学弟制还蛮浓厚的。我们会问说，阿美族不是母系社会吗？对，母系社会，对，女生在家里比较大，但是女生是跟着男生的年龄阶层一起在走的。所以现在开始有姐弟恋嘛，以前没有嘛。所以有时候拉千禧啊，如果万一他娶的太太是姐姐的话。他就会到我们的年龄阶层里面这样，对，如果娶很小的话，那个叫什么？如果男生跟女生年龄差很多，那个叫什么？啊？老少配的话，对，他叫娶的女孩子年纪很小，也不管，他就会到男生的年龄阶层，然后年龄阶层在那个公共事务上面就会很清楚，就是讲最简单的就是丰年祭。庆典的时候，或者是结婚的时候，那个年龄阶层就会很明显。怎么讲这个？不是我心所属吗？好，然后带来这首歌叫《加油音美少女》。唱一起唱好不好？Lagi sudah